如今《庆余年》第2季已经正式的定档在16号。通过爆料出的预告片，范闲是成功的回到了南庆之中，还有对庆帝请罪的环节，以假死欺君之名来请求庆帝责罚，这也完全可以断定了。第1季结尾中，严冰云刺范闲的那一剑，并没有伤到范闲性命，甚至可以说，这一切都是范闲所谋划出来的，为的就算是让天下的这群人得知自己已经死亡。而范闲为何要这样去做的原因也很简单，首先是面对北齐方面，范闲出使北齐做出的事情，可以说是让北齐方面颜面尽失。不仅萧恩死在了范闲的怀中，北齐的锦衣卫统领沈周更是被范闲设计致死了，甚至北齐的众多高手也败在了高达的手中。即便是战斗了不再追究范闲的事情，北齐其他人也不可能放过范闲，在范闲回到南京的路上，势必也会做出一些的拦截才行。所以范闲这一次假死是可以让北齐的人放下戒心，从而放弃对于范闲的追杀。另外一点就是范闲出使北齐后，得知了南庆中跟自己作对的真正幕后黑手，通过内库和北齐走私的时候，范闲整理出了一条线索，那就是南庆宫中一直以来跟自己为敌的，就是身为长公主的李云瑞和太子李承乾。这两人无论从身份还是实力上来讲，都不是当时的范闲所能硬拼的，并且他们也不会让范闲带着出使北齐后的巨大功劳安稳回到庆国。就算范闲顺利回去了，脸依旧会继续对范闲尽情出手的。这个时候，范闲也就需要考虑一个问题了，那就是自己如何安稳的回到京都之中。既然太子和长公主跟他作对，那么范闲也可以跟二皇子进行合作，这便是当时范闲做出的一个决定。在最后结尾的时候，围捕范闲的人是二皇子手下的谢必安，谢必安也并未隐藏自己的身份，似乎是生怕别人不知道是自己杀掉了范闲。要知道，范闲从北齐回到南庆，一路上也是被无数条眼睛盯着。就算是谢必安有办法瞒过庆帝，他有办法瞒过监察院吗？陈平平监察院的眼线遍布天下，任何一个微不足道的人都有可能是监察院的人。一旦谢必安被暴露出来，二皇子也必然会受到牵连。陈平平是不会放过二皇子的，所以谢必安能够光明正大的出手，范闲和二皇子之间也必定是达成了一种协议。范闲帮助二皇子对抗太子和长公主，二皇子派人来帮他度过这个难关。至于严冰云，在范闲回到南庆之前，就跟严冰云进行了一次深入的交谈。那次交谈中，严冰云也是直接被范闲说服了，配合范闲演绎了这么一出戏，一切也都是范闲所谋划好，给盯着他的人看的一场戏。通过自己的假死，范闲可以利用其他的身份潜回京都之中。在范闲死亡的消息传遍北齐和南庆后，所有人都确定了范闲已经死亡，范闲也就可以在暗处做出更多的事情了。在范闲隐藏起来的第一件事，就是暗中寻找证据来证明对自己出手的是太子和长公主，从而在之后对两人展开反击。不过在此期间，抱月楼的事情出现，导致了范闲不得不从隐藏中再度出现在大家的面前，因为身份不能让范闲去帮助范死者脱身。为了解救自己的弟弟，范闲也只能暂且放下暗中寻找证据的事。其实范闲跟二皇子合作的时候就已经留了很大的心眼，因为范闲也知道二皇子城府更深，跟他合作是一个双刃剑。二皇子可以帮助范闲脱身，也同样可以让范闲陷入万劫不复的地步。抱月楼的事情发生，就是二皇子在背后推动的，因为抱月楼在成立的时候是李鸿章劝说范思哲建立起来的，让范思哲成为幕后的大股东，还安排了自己的亲信袁梦去帮助范思哲经营。拿上三皇子也不过是为了让范思哲放松警惕。二皇子其实早就开始谋划如何牵制范闲了，他是希望范闲能够为他所用的，但要是范闲始终不愿意帮他，那么二皇子对于范闲就只有一个做法，那就是将范闲解决掉。所以抱月楼的事情发生，也逐渐的让范闲认清了二皇子并不是合作的理想对象。而二皇子对范闲说的也很清楚了，他想要的就是那个皇位，生在帝王之家，踏上夺嫡之路也是被逼无奈，胜利的话就成为一代帝王，失败的话甚至连个坟墓都不会有。所以二皇子也不能输掉这场比试。范闲可以不帮他，但若要挡路的话，二皇子也不介意出手解决他。在第二季的故事中，范闲也逐渐的从别人的棋局里面开始走了出来，自己成为了一个棋手，开始掌控整个棋局的走向。假死便是范闲完成脱身的一个转变，棋子变为棋手看起来只有一个字的更变，但要做出的努力却非常之大。范闲的路还有很长要走啊。好了，关于庆余年范闲假死后的介绍就结束了，大家有什么观点的话，欢迎在下方进行留言互动。